今天我要宁玉轩的项上人头！蛟龙帮帮主沈连城，越狱刺杀歌女莲香，试图杀害仁政水娘子，今夜又夜闯我县衙，妄图刺杀本官。沈连城，你可承认？你知道我要来，你背后之人费力将你给救出来，自然是有用于你。但刺杀莲香之事败露，水燕居灭口又失败，你已经没路可以走。若不想变成弃子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。宁大人好算计啊！只是算计到了又如何？你把老子逼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老子就算是死也要跟你拼了！老子今天敢踏进这个门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！拿下！宁玉轩不会有危险吧？玉轩，你怎么样？走！我不走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我要和你在一起，生死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能走，玉轩。雨从世上寸寸愁断肠，同心结解不成人我的玉轩，不能收手。丝疏不堪，可不满相思过往，为何相爱太晚？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玉轩，玉轩，
你怎么样啊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没那么脆弱。丽莎，丽莎，丽莎，喂！丽莎，你别吓我，你醒醒啊！喂！丽莎，丽莎，你别吓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你，一直保护着我。闹了半天，我不是你的夫人。你要快点好起来，不可以吓唬我，知道没有？侯爷，夫人呢？是不是已经走了？侯爷别着急，夫人还在。这几日她一直在照顾你，现在回房休息了。没走就好，没走就好。既然侯爷醒了，我再去找大夫来看一眼。先不说这事了，该审的都审过了吗？让他们签字画押了吗？一定要还夫人一个清白。侯爷放心，都已经审过了。沈连城死后，剩下的人全部招供，不仅招供了陷害夫人的事，还招供了京城破庙一案，皆出自他们之手。我那天昏迷之前，好像看到沈连城的身上也有茶帮的印记。沈连城也是茶帮的人？再帮我好好查一下，看看这蛟龙帮之中有没有茶帮余孽。是。还有一事，沈连城刺杀是突然袭击，元朗却莫名出现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我也觉得蹊跷。元朗的动作怎么会比我快那么多？若不是提前知道沈连城的动作，是不可能那么快到县衙的。元朗、沈连城、蛟龙帮，你再帮我好好查一下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是，这海坊的水比我想象的要深呢。不想这些了，这几日夫人辛苦了，你让厨子做些好吃的给她送过去。夫人说，等您醒之后，她就去找归海号，要离开这里。什么？
夫人，你醒了？哎，好点没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感觉浑身麻麻的，哪儿都不舒服。哪里麻？手臂？还是后背的伤疼啊？还是后背的伤牵扯到你哪儿？这儿不太舒服。心脏？你心脏怎么了？心脏疼？是不是那个伤？不是这。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我真是笨，还被你骗。大夫都说了，你休养几日便好，已经没大碍了。所以我要走了。你就这么想走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，那还不应该回家吗？而且我也不是聂桑榆，不是你夫人。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聂桑榆啊。所以我是季曼，我才应该去找我的家呀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木须我带走了，你好好养伤吧。汤是刚熬好的，还热乎的，你趁热喝了它。夫人，咱们真的要走吗？那以后您跟侯爷……木须，我不是聂桑榆，我是季曼，所以以后别叫我夫人了，改叫小姐吧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啊，不，小姐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现在我们回归海号。归海号？嗯，走吧。好大的船呀！这就是归海号啊！啊，归海号！哇，在这里吹着海风，好舒服呀！那有什么？到时候我们到了船上，天天都能吹海风。真的？哎，木须，你说，如果我跟归海一刀没有关系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没地儿去了？小姐，您别吓我呀！怎么会呢？我逗你的。哎，赶紧过去看看去。啊，好。走。怎么还不进来啊？小姐，谁呀？哎，这位姑娘，你，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！你去哪儿了？我可想死你了！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骑着电船上去寻你了。这位姑娘，你知道这段日子我装成是你，装得好辛苦啊！这位姑娘，你是哪一位啊？我是丧事啊！丧事？小姐，
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该认识你吗？我和小姐一起长大，同吃同睡10几年。对呀，是啊。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同吃同睡10几年啊！想起来了。我们小姐落水受伤了，很多事她记不得了。受伤？没事吧？谢谢，没事吧？好多了。你是谁啊？我？松开！木须，小姐的首席贴身大丫鬟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是什么人？这是我家小姐，你谁呀？我家小姐。不是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真的确定我是你们小姐是归海一刀季敏的女儿？我当然确定，你就是我家小姐。别的不说，就凭你身上这香脂味道，那就是全天下独一份。里边有铃兰、豆蔻、松枝、杏仁、灵芝。怪不得我一上来，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当然熟悉了，归海号就是你的家。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你跟我来，小姐，快，让我带你看看。快！小姐，你快进来，进来看看，这就是小姐的房间。哇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哎，小姐，你来这边，你来看看你的衣服，这些都是给你新做的衣服。用的是咱们年前从银州带回来的高级苎麻料子，正当季呢。苎麻料子是银州宫廷专门用的那种苎麻料子吗？对，小姐最喜欢的布料。哇，千金一匹，这些都是啊，还有好几柜子呢。哎，这都是小姐的。哎，快来看看。哎，木须，你看看这首饰，快戴上看看。哎呀，好看啊！好看！哎呀，好货就是衬肤色啊！哎呦，你看看这镯子，哎，你看这个成色，小姐，没有哎。小姐，你以前从来不佩戴这些，这才是你最喜欢的。精品珍珠，颗颗饱满。这是我的啊。是我日常戴的啊！哎，小姐，你来这边看看啊！还有你快来看看。还有什么？你先坐，你累了吧？你先坐。小姐，您太有钱了！这是你珍藏多年的书籍，你看看。杂类本草，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哎，这些都是绝版珍藏哎。伤寒本经针灸甲乙，民药参考。小姐，这上面的字您能看懂吗？少废话，看不懂字我们可以看画呀。再说了，本小姐可以从今天开始学，桑葚你也要跟着一起学。我怎么好像小姐啊？渴了吧？喝口水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这个杯子好精致啊！这就是小姐喝水的碗啊，是用整块白玉雕成的。白玉整块啊，一点杂色都没有，入手温润，雕工一流。这种精品，便是在京城侯爵家中也是难得一见。真的不能用来喝水，我们赶紧给它放好。万一要是磕了碰了的，那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摆好。没事，小姐，就是喝水的碗罢了。咱们库房还有好几个呢。啊哈哈，好。这没什么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好多小姐平常一时兴起买了，转头又忘了的小玩意儿，金的、银的、白玉的、琉璃的，还有遍布各地的宅子、铺子、田庄、马场，记得吗？啊，这些都是目录名册，你快看看。小姐尽管买，桑葚都给你记着呢，想找什么东西，立刻就能找到。真是有钱人家哈！小姐啊，你可是归海一刀季明唯一的女儿，别说这些小东西了，这整艘归海号都是你的。哦，对啊，整艘归海号都是我的。想起来了？没事，小姐，我给你拿这个，你肯定能想起来。来，小姐，这是你4年来研究面脂的配方和实验记录，你快看看。
我的配方。杏仁油5勺，蜂蜡10钱，大火熬制半个时辰。这些所有的制作过程都有记录，而且连火候最隐秘的一味药都有。原来我早就会做。小姐，你做这些全都是为了我们。你是看我们船上的人风吹日晒，皮肤皴裂，容颜受损，你便立志要研制出最好的香脂给我们。小姐人美心善，最体恤我们了。你再看看有没有想起点什么？一点都没想起来。哦，没事，小姐，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会慢慢想起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小姐，你当日离家出走是为了去京城寻找心上人，你找到他了吗？心上人啊，心上人就在码头，匆匆一瞥，从此小姐心里就只有他了。匆匆一瞥就成了我的心上人？看来我以前也真是肤浅啊。空有一副好皮囊，能好看过宁云轩吗？宁宇轩是谁呀，小姐？没谁。哎，桑葚啊，我爹呢？哎，就是我那个富甲一方、归海一刀的爹呢。我们现在去找他吧。走。哎，小姐，你不知道，发现你刘叔出走之后，老爷发了好大的火，亲自去京城寻你了。不过他这一走，自己也没了音讯，真是不叫人省心。他没音讯？那你们怎么不去找他呀？不用担心，老爷的性子像泥鳅一样，走到哪儿都能活得好好的。他命令我们了，一定要在海防等他回来。这样啊？宁轩，这么晚你来干什么？执行公务。啊？执行公务？你谁啊？放肆！这是我们家大人，海方县令宁宇轩，也是小姐的夫君。什么？哎呀，桂白，归海号年久未修，即日起开始维修，船上的所有人下船安置。请吧。哦，大人是来修船啊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劳烦大人，毕竟我们也有钱修。对啊，我们要自己修，你还要强买强卖啊？既然没有收钱，就不算是强买强卖。船一旦出事，可是要丢性命的，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。若是诸位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本官可以提供县衙给各位小住。那就不必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呢今天晚上就把渔网啊、帆布啊都支起来，在码头上暂时简单的过一夜。到时候我们也不打扰大人的公务，你看这样可好？来，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渔网、帆布一旦发现破损，都要修。是，更不能带下船。宁宇轩，宁宇轩。小姐，水手们都被安置去了客栈，咱们怎么不去呢？我不想去。可小姐，咱们出来的忙忘带现银了，这怎么住店呀？放心吧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3个去浩雪堂先将就一下。浩雪堂？浩雪堂是哪儿啊？浩雪堂是我自己开的水粉铺子，只要和小姐在一块儿，去哪儿我都开心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么久不见你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咱们今天一起睡。哎呀，那不行，小姐昨天晚上照顾侯爷辛苦一晚上，今天又折腾一番，要不
咱们会县衙。不行，我不想回去，要不然你回去吧。你赶紧走吧。啊，不，木须不去，小姐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你别碰我家小姐，你谁呀？你别碰她！你别碰，别碰我家小姐，你别碰她！侯爷，我们也要跟着皓雪堂去吗？不着急，咱们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你去买点好吃的好喝的给他们送过去。是。这人一旦吃饱了呀，就会犯困。这犯了困，应该就会想家吧。这么多天没来皓雪堂，这全都被修好了，肯定是侯爷。小姐，这就是你的皓雪堂啊！哎，小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没想到你出一趟门，还开了一个这么大的铺子啊！桑葚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就在这儿睡吧。这又没床又没被子的，怎么睡啊？这你就不行了吧？我可以用绳子支吊床，拴起来就能睡。对呀，哎，绳子拿出来，可以。下船的时候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让带吗？哎呀，我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啊！书里边说，这有什么？这么大的地方哪儿不能睡啊？看我！哎，多舒坦！小姐，您可是二品高明夫人，您怎么能跟她一样睡地上？什么二品高明夫人啊？你就当没听见，出去别瞎说啊！什么呀？我都没听懂，什么是二品高明夫人啊？好了，今天晚上大家就委屈一下，在这里将就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和侯爷给夫人送点吃的。这一看就不好吃。这看着挺好吃的。侯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夫人别误会，我是怕你肚子饿了，所以给你们送点吃的来。第一，我不是你的夫人；第二，我也不饿。小姐，我们今天出来那么匆忙，什么都没吃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吃一点点吧？您看这好多种呢。是啊，小姐，食物可是无辜的，看着就好吃。好吧，宁大人还有何事啊？我说要修缮归海号，不是故意要刁难你们。沈连城打劫完之后，归海号的确需要修缮，我是希望你们搬去县衙住。你要是不想见我，不想理我，可以，那你就把县衙当成是一个平时吃饭睡觉的地方，这样行了吧？我觉得在这里吃饭睡觉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对，所以就不劳宁大人费心了，请回吧。晚安。吃吧。好好吃，小姐你吃点，好吃，这个应该不错，真好吃。好吃。
小姐啊，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去趟水燕居找水娘子。哦，啊，今日这街上怎么这么热闹？小姐不记得了，再过几日就上巳节了。上巳节？就是皇帝的诞辰。到时候啊，海方会举行规模盛大的花灯大会。在花灯大会上，男子可以向心仪的女子赠送花灯，表达自己的爱意。传说啊，只要是一起点燃花灯的情侣，就会得到上苍最深厚的福泽庇佑呢。哇，花灯大会啊！小姐，你想不想跟侯爷去看花灯呀？啊？我不去。就是。宁夫人，之前的事情，我给您赔个不是。快起来！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是因为你说出了真相，才还了我清白。我要感谢你才是。还是怪我太软弱了，让你在狱里受了那么多的罪。没有没有，我在里面也没受什么罪。我今天来，其实是有2件事情想告诉你。宁夫人，请讲。坐。第一件事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发誓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绝无谎言。虽然他们都叫我聂桑榆，但我并不是他。几个月前，我失足落崖，然后就失去了记忆。后来醒过来，大家就都叫我聂桑榆。我也一直以为自己是，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我不是他，我是归海一刀季明的女儿，我叫季曼。你是归海一刀的女儿？我知道这件事情，可能别人听了都不相信，毕竟我……难怪，我一直就在想，你这么豪迈，这么有义气，怎么可能是京城毒妇呢？不过，我确实是以聂桑榆的名字接了诰命夫人的身份，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还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你还是得继续叫我宁夫人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那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请水娘子做我皓雪堂的掌柜。我不是要骗你。我是诚心的邀请水娘子你，能不能跟我一起来经营皓雪堂？然后你负责经营，我来负责产品的研制。你看可好？其实我和夫人并不是同一类人。海方这个地方很小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也有想过要一个简单、很快乐的生活。
就像正常人一样。但是我也没有想到，我最后还是得靠男人。是啊，我是很爱钱啊，因为我心里没有安全感。我想离开这个地方，找一个很安静、很安静的房子，以后就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唱曲儿，是不收费的那种。神娘子，每个人生来不同，但是我们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在我看来，沈娘子为人聪慧，而且有独特的气质、独到的眼光。我想你一定不甘于只用一种轨迹去过自己的一生，对吗？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尝试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。我想和你一起去实现我们的梦想，可以吗？归海号修缮的如何？按照侯爷的吩咐，还有一些时日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既然夫人不愿意住在县衙，那便将船修好，还给她吧。是。蛟龙帮怎么样？沈连成死后，蛟龙帮开始自相残杀，推选新的帮主。根据我的打探，元朗也参与在其中，并且已经俘获一大批人心。不过好在平日在海坊为非作歹的人，都已经被他赶出去了。你说这个元朗，会不会就是阿郎？侯爷何出此言？这个元朗几乎是与我们同时到达的海坊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打入了蛟龙帮的内部。还是说他其实早就与蛟龙帮有所瓜葛？沈连成是茶帮的人，蛟龙帮之内很有可能还有茶帮的余党，但这些只是我的推测。找个机会，可以探探这个元朗到底是不是阿郎。参见帮主。王大人养的这几尾鱼，色彩绚烂，只可惜豢养的久了，游起来没什么力气。小人知罪。你可知道我来海坊是为了什么？定不能让主人操心。我们在海坊的势力已经失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你要用命去收。明白。客官里面请，客官里面请。今日就我请客吧。好啊。里面客官里面请。快，您里面请。王老板，袁帮主，
王老板亲自邀约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来，快请，快请，快请。袁帮主，事到如今，你我之间就不用绕圈子了。看得出来，袁帮主也是个干实事的人。我们之间不妨开诚布公的聊一聊，怎么样？王老板，有话直讲。我们海贸行会啊，和这个沈连城素来不和，想必袁帮主也十分清楚吧？怎么，王老板邀我过来，只是为了说这事啊？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袁帮主啊。这个沈连城生性鲁莽冲动，粗鄙不堪，确实是海方的一大祸害。袁帮主这事做的那是大快人心呐！王老板，您不必客气。晚辈接手蛟龙帮，自然有晚辈的一些想法。晚辈想要重振蛟龙帮，摆脱宁雨雪的打压。嘿，看来我和袁帮主那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袁帮主，在下愿助你重新掌握海方码头的掌控权，您看如何？好啊，我们蛟龙帮与海贸行会本就是海方最大的两股势力，我们早就应该共同联手，对付那些想要插手海方的人。合则两利，散则两分。我袁某愿与王老板一同合作。好，一同合作。哎呀，你今天遇到什么好事了？居然请我们吃这么多好吃的。那要想让你们俩干活，我不得先贿赂贿赂你们。眼下呢，正是浩雪堂的低谷期，不过我相信这也是他重生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今天把两位的古书带来了。从今日起，水娘子就是我浩雪堂的掌柜，那雪小姐就是我浩雪堂的账房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够胜任这份差事。看来我离开水燕居的日子，真的就快到了。不过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太乐观。毕竟我之前刚被莲香指责过，浩雪堂又被砸，不知道以后开业了，又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。大家的眼睛又不是瞎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老百姓都能看清楚。有我这个掌柜在这儿，你还怕没人来买东西吗？对呀，不怕。来，我们3个人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重振浩雪堂的威风的。不对，是让浩雪堂越做越大。来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么点小生意，也不知道小姐为何如此上心。嘘，你敢看不上小姐的生意？这浩雪堂可是小姐的心血。芝麻大点的事儿，随便交给个下人打理不就得了？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啊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以前呢，我家小姐统管1000家商号，个个赚得盆满钵满。1000家商号怎么了？1000家商号也不如浩雪堂一家意义重大。你懂什么呀？什么世面都没见过，穷酸样。桑葚木须。我怎么不懂？我就是懂，就是懂。丫头，哎，袁大哥，这么巧，你们俩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家小姐在里面。等我家小姐回来，你可得好好接生一见呢。我家小姐一定会喜欢袁大哥这种豪爽的人。怎么，给我们家老大相亲了呗？也不是不可以呀。袁公子，这么巧啊！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我家小姐新招的丫鬟，叫桑葚。哦，桑葚姑娘，怎么，你不等归海一刀的女儿了吗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但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与你说。
不过我对我家小姐的忠心可见日月，归海号永远是我桑葚的家。我还有事，先告辞。好了，袁大哥。怎么什么都说什么了？我又没说小姐就是鸡妈，明明就是归海一刀的千金，怎么搞的就变成了什么京城毒妇？太亏了！别说。知道，小丫头片子，真讨厌。侯府的这个夫人，之前叫聂桑榆，突然这么一转，又变成了归海一刀的女儿。归海一刀的女儿，哎，那另一个呢？聂桑榆，曾经那个京城毒妇，她去哪儿了？对啊，去哪儿了？她不见了啊！不见了啊！两个都是妹妹，叫兄弟们留意寻找。对了，小妹的身份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就包括我们自己，也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在暗中保护，这样做她才是最安全的。老大，如果你中意这个季小姐，不如与她交好算了。哎，我哥说的对，快刀斩乱麻，就是现在。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该干嘛干嘛去。你不是宁雨轩的夫人，你们从未相爱。原来我还有机会。小姐，谢妹妹最近一连给您寄了好几封信。啊，好的，下去吧。是。500两，弟弟又欠赌债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大？在京城是如此，到了海丰也不能放过。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能够想到我这个姐姐。我500两，我到哪儿去弄这500两？雪姐姐，雪姐姐，啊，雪姐姐，听说今晚有好玩的花灯大会，咱们一起去吧。青云妹妹，不是我不愿意陪你，你看，我还得留在这儿看店呢，我实在走不开。你看店？你这儿也没什么客人啊。这花灯大会可是海坊1年1度的盛会，咱们一起去吧。哎，不对呀，陶将军呢？这么良辰美景的，怎么不约你的陶将军一起？他才不会陪我呢。怎么，闹别扭了？他说了，要跟我保持距离，不能让别人误会。那你心里可还有他？当然是有的。那不就得了？既然你心里面还有他，你就直接去追他。可他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他有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吗？那你就还有机会啊。你就把他当成朋友，大大方方的把他约出来，去花灯节。这能行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对，
我聂青云要做的事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檀香，你觉得侯爷会为我点花灯吗？当然会了，这小姐可是侯爷明媒正娶的姨娘，这点一盏花灯自然是分内之事了。小姐，你今天穿的可真漂亮，这侯爷见了肯定会心动的。心动如何？不心动又如何？只要能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今晚，我一定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为我点燃花灯。今晚是花灯节，人数众多，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侯爷，都安排好了，而且加强了人手，确保今晚安全。好。侯爷，婉儿听闻今天是花灯节，方传说花灯节是男子向女子传达爱意的时候，婉儿出来海坊，也想去凑凑热闹。我可以邀请侯爷跟我一起去放一盏花灯吗？侯爷，我今晚有公务在身，你自己去吧。侯爷，小姐，这侯爷该不会去找大夫人了吧？那咱们还去吗？去，当然要去。燃眉之急。哎，客官，您的酒来了，您慢用。好一个燃眉之急啊！行，去吧。客官，哎，您还没给钱呢。什么？还没给钱呢？什么钱啊？您这喝了酒吃了菜，为什么连你也要跟我要钱啊？哟，秦公子来了。哎，水娘子今晚不在？不在。每年的花灯表演，水娘子都是代表水燕居出场的大轴，您去集市就能看到。我要钱。集市？好，多谢了。我给你钱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你们说说。不是，我凭什么呀？你想赖账是吧？大伙都看着呢。你们说说，你这我欠他钱了？哎，你们都评评理。我欠连雪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赖过账？凭什么呀？莫名其妙，算我账上吧。这账又不是我欠的。先走了。你们好跟我说清楚。暮雪啊，把这几种再往上面摆一摆。好。明天终于要开业了，侯爷肯定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等着小姐回去呢。嗨，回去干什么呀？小姐，咱们难道不去看花灯大会吗？哎，明天就要开业了，想什么花灯大会？就是，赶紧把没忙完的先忙完。哦，请问，这里是驰名海坊的女商人聂桑榆开的好雪堂吗？哎，袁大哥，不错呀。聂老板，今日花灯大会不出去逛逛？不了，明天好雪堂终于又重新开业了，我这儿得好好准备准备。这不还没开业吗？走，趁着有时间带你出去逛逛。啊，你去吧，我这儿还有好多事没忙完呢。我有个想法，
带上你的产品，我们去预热一下。什么？真好看！青云妹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许叫我青云妹妹了。啊？那我叫你聂姑娘。这个名字好像还可以。郝将军，你也来看花灯啊？啊，我过来看一下花灯节的治安。哎，你看这边这么热闹，要不你陪我逛逛？我还从来没有放过花灯呢。啊，我一会儿还有事。这大过节的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一会儿还要回军营。公职在身，不得擅离职守太久，抱歉。陶将军，青云妹妹，聂姑娘，告辞。你在这休息一会儿。我已经嘱咐过老板，都算在我账上。你也不用着急回去，师哥呢，我会打招呼的。来，拿好水，喝一口，我就先走了啊。金公子，你想不想听我唱曲儿啊？哎呀，钱小姐，你喝的太多了，来放开。哎，我是认真的，不管是你喜欢的唱曲儿、跳舞，还是我给你洗衣服、做饭，我全都可以做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来，坐好，坐好了啊！你先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只要你能给我钱，我现在真的需要好多钱，我真的需要好多的钱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有苦衷，我不能说。你跟我说呀，也许我能帮得上忙的。我只要钱，我要特别多的钱。为什么呀？钱小姐，
陶大哥早就对我有意了。我这样跟着你，你什么感受啊？跟着我干嘛？问你话呢。姑娘的拥簇者太多，我怕造成拥挤。保护花灯大会的平安顺利进行，是鬼白的职责所在。拥簇者哪儿呢？就你一个吧。那边就是放花灯的地方，你就不想给自己心爱之人放一盏花灯吗？鬼白一心效忠侯爷，并无心爱之人。那我要给我心爱之人放花灯了。告辞。水姑娘。你这衣服换一身吧。哦。